你有冇諗過你信奉嘅宗教呢？其實只係一個政治工具，佢嘅根基呢冇你想象中咁結實。一隻外星人嘅探訪就足以令到成個宗教體系崩潰同埋世界大亂。大家好，歡迎嚟到我 channel 洗底工廠，我係 Logan。中意呢條片討論嘅宗教議題，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識我嘅朋友呢都覺得好奇怪，喂，點解你信佛，但係點解背脊咁大個耶穌同埋聖母嘅紋身嘅？今日就同大家澄清一下我嘅信仰。我細個咧就接觸基督教，因為我阿媽咧都係基督教嘅，咁所以咧就返主日學啦，細個會。但係咧比起主日學咧，我更加中意我大個咗之後會返崇拜，去聽牧師講道理。講真，我呢啲咁活潑好動嘅小朋友啊，主日學嘅時候點會同你聽耶穌啊？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天主教同埋基督教有咩分別，點解會為咗拗聖母瑪利亞係咪聖人，係咪一個神去拗咁耐，搞到大家勢不兩立。我細個會咁樣諗，點講阿蘇哥其實個肉體都係喺你條通道度出嚟啦，就算冇打羽毛球，冇你嘅基因，都有一半係你阿媽啩。入屋叫人，入廟拜神，同 Auntie 打個招呼，好正常啫。所以當時嘅我作為基督徒，我覺得呢個討論好無聊，只係覺得靚咪聞咯。我以往同朋友討論一啲宗教議題嘅時候咧，都會撇開大眾對信徒嘅評價同埋印象，就係想撇開一啲偏見。因為如果你講啲人嘅話咧，我人生之中耶教同埋佛教兩個信仰嘅抉擇入面咧，兩邊嘅宗教自古以嚟都有唔少嘅醜聞，又有假和尚啦、偷呃拐騙，去做和尚又打交嘅喎。教中咧又有偽君子、變態佬去搞小朋友。我有朋友嘅阿哥結婚，兩邊嘅親戚一邊係基督徒，一邊係佛教徒，鬧交鬧到反晒面，親戚啫喎，唔係你自己嘅仔女結婚喎。佛教唔係教你唔好執着，五戒唔係叫你唔好妄語嘅咩？你同人鬧交做咩啫？所以如果你用你肉眼見到信徒嘅行為去定義一個宗教，所有宗教都食得屎啦。但係如果我嘅論點係出自呢個宗教本身自己嘅經文，咁就係個宗教自打嘴巴噶咯喎。成本聖經咁厚，我梗係冇可能同你睇晒啦，但係只係睇頭少少尾少少，我已經揾到好多令我不解嘅地方。我希望只係誤會啦，歡迎各位觀眾可以留言同解釋翻俾我聽，我誤會咗佢啲乜嘢。啱啱講嘅嘢咧，可能對好多人嚟講已經係大逆不道啦。但最近咧真係淺薄咁樣去了解過幾個唔同嘅耶教，我有新嘅體會。我所講嘅耶教其實除咗天主教同基督教，仲包括咗猶太教同埋伊斯蘭教，因為佢哋其實都係一神論，講緊嘅都係同一個上帝。首先就講下呢幾個耶教佢哋嘅核心分歧喺邊度啦。第一就係有冇三位一體嘅說法，上帝有冇以有血有肉嘅人類身份落到凡間去為人類受苦嘅呢件事。第二咧，天主教入面嘅聖母咧有冇一個神聖嘅地位咧？佢係咪人類同埋上帝之間嘅橋梁呢？同樣耶穌又係咪真係存在過呢？耶穌又係咪人類同埋上帝之間嘅橋梁呢？呢個問題咧就會引申到耶穌係咪上帝，或者佢有冇存在過象徵基督嘅十字架，其實有冇力量呢？第三，上帝有冇吩咐過信徒要廣傳去耶和華呢個姓名？因為猶太教同埋伊斯蘭教入面咧，佢哋認為上帝耶和華呢個名咧實在太神聖啦，唔可以隨便叫。佢哋會有好多其他唔同嘅稱號去稱呼上帝。每當我睇聖經嘅時候咧，都發現一啲好唔合理嘅地方咧，就會有人同我解釋。因為聖經咧咁多年嚟咧，有好多唔同嘅翻譯本，可能中間咧會有出錯啦。但我發現咧，呢啲所謂因為翻譯嘅字眼上嘅錯咧，都唔及以上所講嘅一啲核心上嘅概念嘅分別。例如8、90後人士好中意睇嘅《新福音戰士》嗰套動畫入面啦，因為入面有一個角色叫做莉莉絲。如果有睇老高嘅朋友咧，一定知我講緊啲乜嘢。其實莉莉絲呢個角色咧喺基督教入面嘅聖經咧係被隱藏咗嘅，因為咧佢本身其實係亞當第一個老婆，但係因為佢唔跟從神嘅指示，所以俾人雪藏咗。佢喺之後舊約聖經入面以賽亞書34章14節入面咧就俾人好隱晦咁樣叫做夜間嘅生物。我相信莉莉絲咧只不過係咁大本聖經入面被隱藏嘅冰山一角。喺其他猶太教啊、伊斯蘭教入面咧，佢哋都有自己嘅聖經，大家都有大同小異嘅故事。
甚至乎咧係有一啲未揾到或者未修復到嘅死海文書入面存在住一啲不為人知耶教嘅故事。唔怪呢啲美國軍方要披露外星人嘅影片同相之前，都要揾啲宗教領袖去開會提醒佢哋諗定點樣同啲信徒解釋啦。因為佢哋嘅信仰根基根本就唔夠結實，好多聖經入面講嘅嘢同埋現實咧都有矛盾。一個好根本嘅問題就係聖經入面有冇提及過神創造外星人嘅存在啊？耶穌釘十字架係為咗救贖人類佢哋本身嘅原罪，咁包唔包括外星人嘅生物？佢哋有冇原罪呢？外星人需唔需要佢嘅救贖呢？咁所以作為一個無神論者，去嘗試了解你嘅神明、了解你嘅宗教嘅時候，你哋自己都未有一個一致嘅說法，編輯好你哋嘅故事，你又點樣叫我去信呢？第二啦，你只需要睇聖經入面創世紀呢個 chapter， 你就會發現上帝好似只係保護住一條 bloodline。首先，聖經入面只係講神創造咗亞當同夏娃，跟住叫佢哋不停繁殖。但係去到創世紀嘅12章，亞當同夏娃嘅後代咧出走去第二個地方，去埃及。但係點解埃及本身已經有人嘅？呢位出走去埃及嘅後代咧叫做亞伯蘭。去埃及之前咧，佢就驚因為會俾法老殺害自己，去搶走自己嘅老婆咧，就擁自己嘅老婆出嚟話自己個妹。被蒙在鼓裏嘅法老咧就攞咗佢嘅老婆做自己嘅老婆，最後仲搞到俾上帝懲罰。大家可唔可以分辨下是非啊？究竟係邊個貪生怕死講大話在先呢？上帝你咁都保住亞伯蘭，又話全部人都係神嘅兒女，點解唔照下我啊？呢個情況下，我相信上帝係的確存在嘅。但係我會覺得作為一個凡夫，我又唔係猶太人嗰條 bloodline， 功利啲咁睇，我信嚟好似冇乜得着喎。去到創世紀嘅19章啦，又有另一條友叫羅德，又係一個貪生怕死嘅人嚟嘅，因為佢知道有2個先知去拜訪佢條村，咁啊羅德就為咗要招呼2位先知，要好好咁保護佢哋，唔好俾啲有特殊癖好嘅男性村民咧去騷擾佢哋咧。本身咧佢就諗住擁自己2個係處女嘅女出嚟咧，係獻祭俾班村民嘅。故事後來咧，因為上帝要同2位先知咧懲罰呢條有罪惡嘅村咧，要滅呢條村，咁就嗌阿羅德就帶住佢嘅屋企人逃離。過程中咧，阿羅德咧就死咗個老婆，得翻佢同2個女。而2個女咧，因為怕老豆又要守寡又要冇後人咧，去承繼佢香燈，就灌醉咗個老豆，就話要幫個老豆生仔喎。我究竟聽咗啲乜嘢啊？我喺聖經入面見到嘅上帝咧係充滿分別心，助長緊佛教入面所講嘅貪嗔痴，佢亦都容許道德淪亡嘅行為發生，而最後呢啲人仲可以繼續得到神嘅愛，究竟天理何在呢？第三啦，其實我真係唔係好明白上帝喺聖經入面叫人類做嘅嘢或者唔好做嘅嘢嘅意圖。首先，佢叫亞當同夏娃千叮萬囑佢哋唔可以食樹上面嘅蘋果，因為聖經入面咧形容嗰啲蘋果係可以令佢哋得到智慧，學識分辨善惡。點解神唔想我哋得到智慧？你養隻狗、養隻鸚鵡都想去識多啲 tricks， 同你多啲互動啦，何況係分辨善惡咁基本做人嘅道德概念呢？更奇怪嘅係，關於食呢個蘋果咧，喺聖經入面咧，呢個創世紀3章22節入面咧係咁樣寫嘅 ：The man has become like one of us in knowledge good and evil。耶教唔係一神論嘅咩？點解神好似唔係淨係得佢一個嘅 ？One of us， 嗰個 us 仲包括咗邊個？究竟？有一個創世紀入面經典嘅故事咧，第22章，上帝咧叫亞伯拉罕咧獻出去獨生嘅兒子，目的咧係測試佢對上帝嘅信任。哇，真係好血腥啊！以我所知咧，上帝眼中任何人咧都係佢嘅兒女。如果你抽一抽嚟去睇翻呢件事，你會唔會覺得人命究竟喺上帝眼中究竟係一個乜嘢嘅玩意呢？劇情會唔會有啲似警匪片，黑幫大佬要求個臥底去殺一個人，去證明佢嘅忠誠度呢？可以任意去差遣一個信徒犧牲一條命去測試佢嘅忠誠度，都唔 make sense 嘅。去到聖經嘅結尾咧，被譽為最難解讀嘅一部分啟示錄，咗世界末日審判日嘅情景。喺啟示錄嘅第9章入面咧，係一個好荒涼嘅情景入面，神咧去指派一啲蠍子啊、蝗蟲咁樣去傷害冇神嘅印記嘅人。
要佢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喺我手上呢本中文版嘅聖經入面呢，佢係 exactly 咁樣寫嘅。在那些日子呢，人要求死，決不得死，願意死，死卻遠避他們。最後啦，撇除以上所講嘅論點啦，我認為作為一個耶教嘅信徒咧，對自己嘅人生好容易會跌入一個抱住依賴啦、被動同埋唔負責任嘅態度。遇到咩事咩問題咧，都係去祈禱去求神，得到想要嘅結果嘅時候，就話係神嘅應許。有冇諗過你身邊肉眼見到幫助過你嘅朋友同家人咧，多謝佢哋咧？得唔到你想要嘅結果嘅時候，就話係神唔應許，佢有自己嘅計劃。有冇檢討過自己？有冇盡力呢？又或者有啲咩地方係做唔好，唔夠因緣去得到你想要嘅結果？當你嘅命運呢，好似原來係掌控於第三方嘅時候，大家都會多咗一個機會去抱怨、去埋怨，同埋好似有一個討價還價嘅空間，有個假希望喺度，而唔可以好輕易咁樣接受事實嘅本身嘅存在。所以到最後，如果上帝真係咁大細超，而我又 Google 下耶教嘅歷史，基督教咧比起猶太教同埋伊斯蘭教嘅歷史咧都比較短，似乎咧臨死前信耶穌可以得救嘅呢個說法咧，有冇機會只係吸引人入教嘅說法呢？我要信都好似信猶太教同伊斯蘭教好似可靠性高啲喎。至少佢哋公平啲咁認為，你上唔上到天堂唔係單靠你信唔信上帝，都要衡量下你生前做幾多好事同壞事。作為一個對未知充滿好奇嘅人啦，比起盲目咁接受，我更加傾向挖掘背後嘅真相。所以我會同時參考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唔同體系嘅經典，因為真理呢，往往就係收埋喺呢啲碰撞之中。如果大家對今日提到嘅聖經宗教討論或者外星人嘅議題有興趣嘅話，歡迎理性討論。你覺得信仰係為咗尋求安全感啊，定係為咗尋求真理？我哋下次繼續討論啦，拜拜。